欢迎来到滴灌基础知识。第一部分系统组成简介。欢迎来到这个简介部分。谢谢大家的参观。这里有3部分的视频，将介绍滴灌系统的基础知识、组成部分、组装方法还有维护技巧。在第一部分当中，我们将简单的介绍常见的系统部件以及每个部件的用途。滴灌系统是农作物供水的一个高效方法，可以减少水的使用以及农民的用水成本。滴灌可以更精确地为农作物根部供水，不需要灌溉这个农作物的行列之间的区域，这样减少了杂草的生长。相比喷灌，滴灌对这个食品安全更好，因为喷灌用水呢是用地表水，比如说沟渠或者是水库。水源是灌溉系统的第一组成部分，比如说市政用水、井里的地下水、地表水，比如说沟渠、河流和水库。你可能无法选择水的资源，但是水源的可用性、水质以及沉淀物的数量对灌溉系统都有重大影响。这个阀门是导致这个水进入滴灌系统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可能有在前面在第一部分就有这个阀门，也有可能中间有支流有阀门，也有可能在中间有防止逆流的阀门。这个阀门呢可以用手动，也可以用这个时间的操控器来定时器来控制。这个阀门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带这种开关的，这种就比较容易控制，它是为了防止水或者是化学肥料回流。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开关的，这种开关呢它是很难开的，而且你要很小心，因为开一点点这个水就会流回很大。但是这个阀门呢，带阀门的呢，它这种是很贵的，在美国本土很多人用这个，因为它比较贵。那么我们开的时候一定要很慢，因为如果你开得很快的话呢，第一它很难，第二呢你开得很快以后呢，这个水的压力会很大，可能会破坏你这个管道的压力的要求。那么我们认为投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值得的，因为它能够对你的长期的操作是有利的。这个东西呢叫做防止回流的阀门，它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水进入我们的滴灌系统以后呢，防止比如说肥料或者是化肥或者是有害的东西回流。那么这个是我们如果你用市政用水是必须要安装的，那么你们一定要检查当地的这个市政用水的要求。如果是连接到饮用水还有市政用水上面呢，这个防止回流的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安装的。那你有的时候不一定安装一个，你可以在靠近这个总阀的这个地方安装一个，根据你的需要呢，你可以再增加1个或者2个，根据这个管子的长度来决定。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空气调节器。这个东西呢，就防止装到这个管道上面呢，主要是防止这个气压的不稳定。我们把它放上去之后呢，可以放掉不需要的用气，也可以防止出现这些不需要的泡泡。这个滴灌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呢，就是防止中间出现不必要的这个积氮物或者是阻塞。那么它这个过滤器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箭头标明这个水的流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把它拆下来去掉这些堵塞物，可以保证这个滴灌系统的这个水的正常的运行的方向和速度。在这个滴灌系统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压力调节器。我们这个压力调节器呢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压力过高。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靠近这个主管道的地方，要安装不同的这个压力调节器。那通常一个很
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压力调节器放得太近，而且太靠近于主管的开头，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整个系统后面部分的压力过高。通常我们这个压力调节器呢，上面有不同的标志，比如说这个10，那这是压力的这个标志，另外一个呢就是水流的速度。那么对于我们通常的蔬菜来说，10就是一个标准的常见的一个压力。对于那个果园来说，通常要40。那么如果你的管道呢，滴灌管道在上坡的话呢，我们就要安装好几个压力调节器，这样的话可以更有效的控制压力。我们有2个这个压力器，可以安装在这个 filter 上面。这个 filter 呢，它原来就有这个刻度，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上去。安装这个压力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检查这个压力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漏洞。在你安装这个过滤器之前和之后呢，我们就安装这个压力器。这样的话呢，你能监测到这个压力的变化。如果你这个安装了这个过滤器以后呢，你的压力表有明显的变化，那我们就知道它就有堵塞或者有漏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这个过滤器拆下来清洁。在我们考虑这个滴灌系统的管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其中考虑的因素呢，一个就是材料它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滴灌之间的间距是不一样的。第三呢，就是压力。第四呢，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你不同的材料是不同的价格。那么还有就是最大的你的这个可以到达的这个最长的长度，还有你最大的压力，还有一点呢就是总共的费用。在我们这个滴灌系统当中，你还要考虑的就是这些配件。这些配件呢，你一定要跟这个管子的大小是一样的。你总是要准备一些额外的多一点的，以备修理的时候可能需要。希望这些视频对大家滴灌有所帮助。有关设计、安装以及系统维护，请参见第2部分和第3部分。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美国农业部的合作关系和公众参与的这个办公室 OPPE 为本视频制作以及相关参考资料提供的资金和支持。该系列视频有英语、伊洛嘎语、汉语和泰语。有更多的资源，请你查看视频当中的连接。